至圣的上帝，阮陪伴阮的心，用敬虔、用喜乐来学乐敬拜你。阮伫你的面前，要用阮的诗歌，用阮的心神来学乐你。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比地，互阮所唱的诗歌，带有感情，也有圣神祝福的开力。互阮甲阮兄弟姊妹是上帝你的圣殿，恭敬来敬拜你。但伫你面前，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天父上帝为着阮拍开天顶云顶的门，互你的恩惠对天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主保守阮伫你面前所发出的声音，所发出的祈祷，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比地。阮将今仔敬拜侍奉所有的同工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甲因三甲比地，互阮今仔日的礼拜。每一个人拢丰丰富富，对主你领受你天顶所赏赐的恩惠，阮伫你面前恭敬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听这平安，耶稣听你，感谢主，真欢喜，咱搁伫圣主日做伙组织，伫遮敬拜上帝。这时，请咱甲做伙阿头来祈祷。赏赐阮平安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了你。主啊，阮恭敬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。亲爱圣神，求你将你的平安甲欢喜充满伫阮的中间。阮要对心底深深献上感谢。这时，我来要用诗歌来学乐敬拜你。主耶稣，你是堪得阮永远尊重学乐的主。求你感答阮所献的服侍，主啊，愿你的听充满阮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是阮做情，使阮无限大温情。感谢上帝主爱丰盛，大项欠用主供应。感谢上帝手术工作，也感谢使阮安享。感谢主。上帝奇妙安排，有欢喜也有苦痛。感谢主使宝贵圣经，感谢因带阮路程。感谢上帝使阮家庭三角高飞高。亲三听共受恩，感谢上帝克服忧愁，用手主喜乐平安。感谢主使我破冷梦，对他高永远无衰。上帝听咱就常常用感谢、用学乐来回应主的听。这是咱搁今一摆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是阮做情，使阮无限大温情。感谢上帝主爱丰盛，大项欠用主供应。感谢上帝手术工作，也感谢使阮安享。感谢主使亲人朋友，主比阮惠施万民。感谢上帝手术玫瑰，虽然玫瑰也有刺。感谢上帝出日落雨，边听用听主照顾。感谢上帝奇妙安排，有欢喜也有苦痛。感谢
谢主赐宝贝圣经，光照引带阮路程。感谢上帝赐阮家庭三角教会荣耀，感谢上帝有赐灵魂三亲三听同福，感谢上帝幸福有趣，享受主喜乐平安，感谢主使我破两梦，对祷告永远无线。感谢主，想使咱每一日拢有教业的气力，主是咱的气力，阿妹吗？感谢主，咱做伙来吟，主是我的气力。伊伫咱的正边做咱的阴影，日时太阳无伤咱，暝时月也无害咱。主要保守咱免受一切灾害，日出日入，主要保护咱，对即时到永远。也这有阿免吗？感谢主，咱拢有阿免。即时咱搁一摆唱一摆，咱用祈祷心来唱，做伙来唱。主是我的气力。主是我快乐，我快乐，主是我难中快乐。
伫早时三拄的时阵，小少问拢会讲食饱未？台湾人即摆食饱较毋是问题，总是心灵的邀歌出了问题。圣经伫阿摩司遐讲，人枵毋是无饼通食，喙焦毋是无水通啉，是因为听袂到上帝的话语。主啊，台湾人需要听见主你的话，主阮需要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要成做阮的快乐，要成做阮生活的准则。主愿你的话成做阮路上的光。主啊，阮较无爱听你的话，也即你有较无上帝的话吗？阿免，咱做伙来唱你的话。将主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互主来引带咱行人生的道路，的确袂错误。主伫头前的道路祝福满满，咱用祈祷的心，搁唱一摆。主，你的话我要放伫心内，咱做伙来吟。将你的话语放伫我的心，无予我得罪你，免得我离开。哦，主啊，甲我亲近，我声音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拢会
废去，你的话无线字，天地辉煌，你的话日日新，我将你的话语藏伫我的心，保护我得做你，免伫我离开。哦，主啊，甲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来啊，咱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这时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4首。
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咱起立吟全诗。这时，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4日死，埋葬轮毂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启应文第24篇诗篇119篇。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，这号人有福气；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，这号人有福气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？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。我专心找你。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。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互我勇行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，将你的律法赐予我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，无看虚假。互阮伫你的路中来活。你的话将我救活。对这得到安慰，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啦。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我同日静静想，
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，你的话一下开拆就发出光。互憨人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你的律法是真实。阿免。下这即时，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464首。福音真声得大胆，请咱坐得吟全首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伫圣主里，阮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，恳求你圣神充满伫阮的圣会中，圣神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想述你活命的话，互阮得到启示。你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时时带领、引带、保护阮。圣神帮助扶持阮，心神软弱，或者是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你赏赐医治的灵，甲阮同在，也赦免阮伫有意或者是无意中所犯的过错，怜悯阮的软弱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甲你哪来哪亲近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兄弟
请信歌队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今日要看两位的圣经，第一位记载伫旧约圣经《申命记》28章第1节到第2节。28章第1节，你若注意听耶和华你的上帝的话，守伊一切诫命来行伊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互你搬过天的万国。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就这个所祝福的，要立你，要递到你。第二位，搁要来看新约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14章第1节到第4节。《哥林多前书》14章第1节，着求仁爱，也着切切羡慕属伫神的恩赐。较要紧的是做先知来传道，因为讲
各样的言语话，毋是甲人讲，是甲上帝讲。因为无人会晓听，总是伊有伫讲属神的奥妙。独独做先知的来传道的，是甲人讲，来建立、来劝勉、来安慰。讲言语的，是建立家己；做先知传道的，是建立教会。以上讲到上帝予现代人先知的话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为着要听上帝话，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、智慧、荣耀、真理的上帝，阮自入伫你的圣殿内，阮来敬拜你。当阮恭听你的话时，有时阮听却无真正明白。阮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阮，互今仔日伫礼拜中间讲的人、听的人。拢平平对上帝你的话来得到教示，也得到祝福。阮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阮搁一摆来默想，来吟味上帝你的话语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因为阮活伫一个真激烈变化的世代，无论是资讯，无论是科技，无论是最真复杂的这个假信息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，真侪有判断能力的基督徒。恳求天父上帝也互阮，为着阮的囡仔的将来，活伫21世纪新的挑战，阮来培养、来陪伴，互阮的囡仔真侪有能力来面对新的世代的一代新的青年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敬拜，恳求主你圣神对阮讲话，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帝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今仔日咱有几段话，甲今世的中间，咱拢听到一句话：咱活伫一个新的时代。兄弟姊妹，5个月前，咱台湾有一个真夯的这个题目，我毋知恁了会看到当时的新闻的时候，恁有什么种的感触？全世界上新的科技叫做 AI， 什么叫做 AI？ 你我咱多数的人并毋知影什么叫做 AI。前一代讲 IT， 什么叫做 IT？ 其实咱活几十年啊，咱嘛无一定了解 IT。但是顶礼拜的时候，牧师甲咱讲，为着天光来准备，恁会记得无？牧师甲恁讲一个故事，当人咧讲起台湾的农业科技是一个黄昏产业，是无噩梦的事。上帝讲，恁着为着明仔载天光来准备。今仔日牧师嘛要甲咱做伙来想。你我咱在座多数的兄弟姊妹，咱一生可能拢无机会进入 AI 这个产业。咱嘛有可能，咱无法度去买到 AI 的产品，因为 NVIDIA 伊一块晶片就几十万，比咱咧买电脑迄是几十倍的价钱。但是咱活伫这个时代，咱无可能无受伊的影响。兄弟姊妹，毋是讲这个经济是别人咧趁。咱甲咱无关系，毋是迄个意思。咱活伫即个时代，咱要安怎面对即个时代？伫明仔载21世纪 AI 大大兴起的时阵，咱台湾人你我，咱兼无关系嘛？兄弟姊妹，毋是安尼。咱的囡仔会大汉，咱嘛会面对着 AI 所带来。我相信 AI 带来有正面的影响嘛，负面的影响。正面的影响就影响咱台湾的经济。台湾人伫全世界其实行路拢有风啊！伫5月开始，你甲看全世界上优秀的美国的遐高科技的头家，甲遐美国的商业的人，来到台湾伫5月中间一窝蜂伫咱台湾。最近甚至台湾伫国际伫英国的一个调查讲，全世界的人票选要去大的都市，伊感觉什么所在是上甲伊满意的。台湾是排世界第1名，但是有人嫌甲无一块着，鸡卵壳肉嘛有芳啊。过去咱台湾敢无改变嘛？但是当咱咧好的时阵，有人不爱咱好，所以就讲迄个假消息，讲那既然你伫台湾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伊就爱判死刑。这是中国拄昨因发布的这个消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表示咱做了对啦，
因为这个消息就是咧甲咱讲台湾咧好，但是有一个人目睭赤，伊看袂好势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牧师今日嘛要邀请咱，牧师毋是 AI 的专家嘛，毋是 IT 的专家 ，IT 就是资讯科技啦。早时代真爱读电脑有无？咱台湾有真侪优秀的台清华啊，即高台毕业，拢一来去美国的4句。迄个时阵，全世界资讯科技的进步，也因为资讯科技的进步，咱的手机也毋免牵电线，咱摕咧街仔路逐所在行，然后 WiFi， 然后蓝牙，真侪功能，资讯科技都产生对生活有真大的影响，有好嘛有歹。所以有真侪伫高科技咧产业的人，有真侪时阵伫查经班，也是伫即个培灵会中间，有人会后会甲我讲，牧师，阮即个产业趁钱是趁真济，但是其实阮感觉真有压力，我嘛感觉真空虚。除了钱较济，一个月年薪一年的年薪100万几百万，对一个少年囡仔来看真抢赢。但是有真侪少年囡仔后来挡袂牢，因精神崩溃。每一项物件拢有好有歹，所以今仔牧师要甲咱做分享，这个题目最重要就是要唤起咱来注意。你我咱将来可能拢毋是一个 IT 的头家，嘛毋是 AI 的头家，咱嘛无法度去教咱的囡仔，所以咱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上去补习。因为你要栽培一个高科技的 AI 人，毋是遐尔简单，讲你要甲栽培，伊将来就会变做黄仁勋啦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但是时代咧变基督徒，无论你趁偌济钱，趁少钱，咱永远伫上帝稳定中间，永远是公平的。幸福的人无一定是伫 AI 内底，幸福的人嘛无一定伫4句的内底。台湾即摆是一个风水轮流转，因为过去的30年，其实真侪少年人的薪水袂当调，为甚物？产业无留伫台湾，但是全世界即摆若无台湾，可能要过新的一个时代，真困难。AI 叫做人工智慧。就是电脑会当代替人啊，无电脑永远袂代替人。所以有真侪电影咧讲起电脑后来反叛有无？煞反客为主，伤害人类，世界末日，这是毋是无可能的代志？但是科技，咱一个现代的基督徒甲教会，咱应该用什么种的角度来去看咱所生活的时代？时代无论怎样变，上帝的话永远就是真理。今仔日圣经伫旧约讲，你若听我的话，守我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，我就要将下面的祝福来赏赐互恁。而且牧师今仔日请诗会的同工，只有读这2节。恁会好奇讲，恁若主持主咧注意听的时阵，恁会好奇讲，上帝讲要祝福阮，到底是咧讲啥物祝福？牧师互恁一个家庭作业，今仔做礼拜了，恁倒去读。搁落去，迄10节的圣经，出去要有平安。上帝对天顶拍开伊的库房，将伊有必稳定赏赐互恁。恁手所做的工，上帝要祝福你，就是表示上帝要互咱诚做有能力通创造幸福的人，毋是坐咧听候人甲咱饲。你手所做的工，上帝要保守你。你要做头无做尾，你要徛悬无徛低，毋是骄傲，会代表。要真做一个有领导能力甲管理能力的人。所听的姊妹，3500年前，上帝甲摩西所讲的这话，伊讲下面这祝福，因为上帝的话就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听、守、行，做礼拜听道理无够额，因为听若无行，永远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做基督徒听道理了，爱将这个道理变作你的智慧，变作你生活的主张，变作你的态度。伫个真有丰盈的冲击的时代，基督徒爱有诚侪有主张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趁咱的囡仔要会栽培时，栽培伊。你讲牧师，我虽然无法度教伊电脑，我虽然无法度教伊 AI， 但是我会当教伊品格，我会当教我的囡仔。一生中间，才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的人，因为伊的将来人生，毋是干那用趁钱做唯一。伊将来，
伊所赚的钱是为着要造就人、要人民人、要创造更较大的幸福，甲人做伙同欢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台湾面对一个新的时代，已经对 IT 变到 AI 啦。但是台湾的农业敢有消失哩？我看到真侪时阵，阮下晡甲陈牧师会出去运动，阮会行伫田湾路中间，即摆有真侪青农，因即摆咧喷药啊，吼，是用迄种空拍机，毋是空拍机啦，就是用迄种的机械式的咧喷农药。即摆青农，做厝边年纪较大的时阵，无法度搁再有体力的时阵，因用机械化，因一做拢是5甲10甲。时代咧变，人爱有能力去面对迄个改变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免羡慕别人，互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用上帝的话来思考，讲主啊，我甲我的囝，阮的将来是怎样？兄弟姊妹，牧师无能力，阁继续甲恁讲后一代 AI。但是我有言将来这个 AI 对台湾是一个足大的祝福。咱来甲伊变做祝福，毋通变做咒诅。有真侪人伫这个高科技的中间，后来被淘汰，是因为因的灵无健康。虽然因的智慧足有，但是灵若无健康，半途而废。因的一条路无法度行到路尾，伊就自我结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甲主祷讲，主伫新的时代，虽然阮可能我的囡仔嘛无一定会进入 AI 的产业，因为 AI 产业是真少数人，但是 AI 产业影响台湾所有经济，因为遮尔大的世界性的产业，伊的税金会改变台湾的体质。台湾这几年毋是无改变，有的人对政府要求不满，但是恁敢有感觉？对少年人综合所得的扣除所得税的扣除额提高，迄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互摕迄个平均低收的人，伊免交较悬的税金，提高迄个综合所得税的下面迄个扣除额，互少年人拄毕业的时阵，伊毋免纳税金，互趁愈侪钱的人，伊纳愈侪税金。AI 对台湾的好处是。伊大入来了后，虽然多数人无伫遐产业工作，但是税金会伫咱政府的内底，所以政府无应该是甲咱摕来付6000块、10000块的迄个税金，互恁做去夜市啊消费啊。迄应该摕来做建设，应该摕来做长照，用来放伫搁较侪的社会福利弱势中间。我伫喜乐堡医院参与伫工作中间，我知影小英有做，因为长照的人的薪水是低，无社福机构的薪水是低。长照后来因为长照2.0，长照的人较悬，所以机构的人拢走，因为大家拢看薪水悬嘛。政府知影这个困难，所以政府有2个阶段用补助。就是前瞻迄个经费，来帮助社福机构慢慢调整工作人员应该有的薪水的结果。咱毋知影，毋是代表代志无发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爱陪即个国家，陪即个台湾即个土地，做伙做正确的选择，做伙做正确的决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有的台湾的教会。思考咱所面对的社会，以及伊所发生的问题，教会要有能力去讲这个问题。虽然科学毋是咱咧研究，但是咱爱做有责任感、有能力陪伴这个社会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鼓励恁，无论时代安怎改变，品格总是基督徒的第一要紧。恁敢有同意？基督徒话是这个世间是这个光是盐，囡仔的品格是第一要受教育之前，就要受优先的建立。换一句话，囡仔伊伫
犹阁咧食牛奶的时阵，犹阁伫涂骹咧爬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咧看伊的爸母安怎款待伊的士大人。爸母若是友好士大人的囡仔，囡仔伫背后看，你拢免家己教，伊自然就知影讲友好是一个家族中间的态度，对毋对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知影做人甲做代志是不共款的。要学做代志进前，爱先学做人。咱将来做代志的时阵，才做会到对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，我甲我的家，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这上讲的，约书亚讲，自古以来，上帝的变性就是安尼。无论时代安怎变，我甲我的家庭独独要敬拜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，以及敬畏上帝的灵。人因为敬畏上帝，就知影家己有几两重；人因为敬畏上帝，就知影上帝有偌重，上帝有偌大的恩赐甲能力。像姊妹牧师互恁的功课，就是重新都会去读今仔日这个申命记的这个后壁吼。今仔日咱所读的是申命记28章，做第1节甲第2节。上少恁来读到第13节，因为你的所在讲下面的祝福，拢写伫遐中间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赏赐你出入的福气。上帝要为着你拍开天堂、天顶的库房的门，来授恩予你。上帝要祝福你手所做的工。上帝要予你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就话咱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有领导能力的人。这毋是咧讲基督徒拢都爱做骄傲、爱做头人，毋是咧意思。上帝所讲的做头人是先做奴仆，恁有听过耶稣讲的话无？这是圣经内底咧讲的居首的道理。你做头人的理由是为着要做服侍啊，毋是要画头画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有明白上帝话语的人，也上帝话大大祝福你的囡仔到代代无尽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为着明仔载，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讲，是台湾的黄昏是产业黄昏夕阳产业嘛？有的人是乐观的，所以看到明天的日出；有的人是悲观的，伊感觉我去干那拍拼，嘛是一个结束。遐弟姊妹无共款，这叫做噩梦。噩梦的神学、危机的神学，拢是上帝所赏赐互教会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一个摩西的祈祷。诗篇90篇第1节到第2节，伊安尼讲：伊讲主啊，世世代代你做我徛起的所在，大山也未生出，地也未造就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诗篇90篇，人的一生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不过是劳苦忧愁。而且诗篇90篇毋是安尼结束，因为摩西到90岁时，伊讲人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但是摩西的人生真正开始是80岁，伊到120岁。写摩西五经，上帝启示，伊留予以色列人一本遮要紧的上帝的话，阁有摩西带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。人一生是70，永从头到80，其中所夸口的毋是劳苦忧愁，其中所夸口的就是看见上帝天开，红海开，上帝为人拍开应允的土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的真开教会，一个对我有真吸引力的一个牧师，伊叫做钟马田，伊是英国西敏寺的牧者，人称伊做现代真有影响力的讲道者之一。伊伫国王的礼拜堂西敏寺讲30年做主任牧师。伊原本是一个医生，后来上帝呼召伊去做神学院的老师，去做这个牧师。伊一生服侍上帝。这本册是伊写的，伊讲
牧师讲道、讲道甲讲道者，讲道的人甲讲道者。我要用这句话来甲咱读哥林多前书14章。保罗讲，恁都爱羡慕迄个文书。第一大的文书就是仁爱，第二大的文书就是先知讲道。先知讲道真侪教会误会，因为有的教会真爱教导那个叫做先知性的话语，爱帮助咱用学习的方法去讲上帝的预言，也要去讲迄种先知性的语言。先知的讲道毋是一种会算命的信息的传达，毋是。保罗写伫哥林多前书14章内底咧讲先知讲道，到底是咧讲什么？保罗互哥林多教会批写甲足清楚，因为哥林多的教会面对一个生命冲击甲危机，就亲像咱今仔日面对 AI 时代。AI 带来繁荣，带来进步，带来富足，但是哥林多城嘛是安尼，因为挖港口趁有钱，人车花宴乐，行奸淫。你若注意去读哥林多的真书，追求爱却不懂得爱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咧讲起最大的文书，互恁误用啊！昨日有参加牧师伫迄个查经班中间，甲恁解说。保罗讲到4种的痛，一种的痛叫做情欲的痛 （eros）， 一种的痛就是兄弟姊妹的痛叫做 philia， 一种的痛叫做 storge，storge 就是家庭的父母对囡仔无条件，迄种的父母给予的爱。第4种。伊咧讲起，真正伫这个世间上重要就是人的听，若要完全需要上帝听，迄个听叫做阿加佩。保罗咧讲的先知性的讲道，其实是咧讲上帝的话，毋是咧讲起预言的话。但是今仔日有的教会，我毋是讲上帝就无搁再想使人有先知性的能力，毋是牧师无要看轻这的教会。但是一个真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， 伊讲甲真清楚。伊讲牧师不是假先知，牧师不是假使徒，不是胡言乱语。牧师所讲的话，就是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带人看见上帝。所以先知性的预言最要紧有几个特质，就是伊会帮助咱看到上帝家己。先知性的预言就是，会互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做上帝，你的主张、你的付出、你的立足点。兄弟姊妹，你咧鼓励你的囡仔、栽培你的囡仔时阵，有时咱嘛会袂记你讲将上帝摆伫栽培囡仔第一要紧，先去补习，较来做礼拜。学校的活动比教会活动较重要。我毋是讲安尼毋对。这就是基督徒选择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时刻。或者凡事拢通，但是无拢有利益。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爱知影讲，上帝是什么。所以，这个牧师讲，讲道的影响力是帮助人，甲上帝有一个健康的关系。我若有上帝，其他后来就是对你来。顶礼拜牧师甲恁讲的分享，毋通误会讲牧师咧讲家己过去。有安怎对恁诶参与甲奉献，毋是。牧师顶礼拜所讲的遐个故事，拢咧甲咱讲。当我还毋知的时阵，上帝伊是一个信实的上帝，伊会带领咱的脚步。牧师最主要要甲恁分享就是，你若既然要相信上帝，你要相信，伊是对你少年甲年老，拢有安排的上帝。恁同意吗？你爱相信讲，这个上帝甲你有关系，甲你的囡仔嘛有关系，你同意吗？咱多数的人可能活袂到 AI 真正大发展的时代啦，但是咱拄啊看好戏正要开始尔。但是咱的囡仔看会到，咱来教咱的囡仔目睭金的时阵，毋是干那看到钱。咱来教咱的囡仔知影讲，这个钱甲工作的过程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。也是通过伊的能力去照顾别人。教会需要听起货真价实的圣经的解释。我真爱钟马田牧师伊所讲，
讲道毋是黑白讲，543的。圣经读了后，小可讲2句然后开始讲社会的新闻，最后要搁结束，再搁倒来上帝的话，毋是。对头到尾，整个上帝的时间，就是上帝的话不断伫咱的中间来对咱讲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礼拜听到2句话。第一，圣经到底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什么？伊讲：既若听见我的话，守佮照安尼去行的人，申命记第28章第1节，或者爱甲背起来，听佮行。来到教会做礼拜，若永远无照圣经的话安尼去行的人，可惜牧师毋是上帝无一定甲你拍骹床，但是咱要失去一个足大的祝福，就是互上帝的话真侪祝福的源头。损失的是咱，毋是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恁着注意听耶和华上帝的话，守一切的诫命，佮来行伊。做礼拜了后，毋是圣经合起来结束啊，甲放喺礼拜堂，拜一到拜六，我行我素。做礼拜了，才是一个新的开始，真正精彩的开始。我伫即礼拜所大的感动，陪我对拜一到拜六，对年头到年底，上帝的话永远是我做决定的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你，伫即个所在，伊讲要互你搬过天的万国。我用即句话为着台湾祈祷。台湾是世界一个极势的岛屿，一个极势的国家，但是互人偏向到即卖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个土地是上帝所听的，也愿咱的子孙将来无论行到世界各所在，毋是行路有风，抬头挺胸。要做中国人的人，拜托恁，请去，中国的门是开的，无人有权利勉强台湾人做中国人，这是我的主张。虽然我的祖先到我第4代对福建过来，但是我感谢上帝，予我出世伫这个土地。阮的祖先有这个土地，通予阮成长。阮的祖先嘛伫这个所在听到福音，阮的祖先嘛伫这个所在建立产业。上帝要予咱搬过天的万国，台湾毋通骄傲。台湾要真做一个真多元的国家，真侪无共款的人来甲咱做伙生活。咱来感谢过去的原住民，因伫这个土地的头大囝。咱嘛爱感谢将来要来甲咱帮助的真侪移工，甲真侪外来的资源。台湾是亲像美国，是一个真多元文化的国家。愈多元的社会，愈有创新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真复杂的话题，真困难的话题，但是上帝拍开咱，牵咱的手，伊讲你免想遐济，对我行就对啊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要将这祝福放伫恁的内底，要入伫你，要交伫你。意思就是上帝所讲的话，毋是参考的，毋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真真正正你会当领受。3种：第一，你出也得祝福；你入嘛得到祝福。你出入拢要得到上帝祝福。你所开的门无人通关，你所关的门无人通开，会记无？上帝讲，耶稣讲，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，你是西门彼得。伫你的顶悬，这个石盘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申命记28章12节，耶和华要甲你开，伊伫天灵宝贝的库房，落及时的雨，你的手所做一切事，上帝祝福你。现在若听到英文吼，爱伸出手来替啦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你所有一切应允拢是真。主，我毋是贪心的人，玛纳就好，玛纳就好。
耶稣讲：“我的日息今仔日互我，逐日上帝甲我同行，主帮助我。我要互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”意思就做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。伫圣经内底咧讲的领导能力，伊的意思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听有无？领导者就是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你身边的人，用听、用仰望、用信心来鼓励你身边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今仔圣经个另外一句话，伊咧讲什么？先知性的话语。拄则无书小我讲，圣经中间所咧讲的先知性的话有两种，最主要就是伫旧约的中间有先知书。恁若真足读，恁就知影先知毋是正命的人，绝对毋是。先知所讲的话，拢是当迄个时代伫沉沦、伫奸淫、伫真侪放纵。上帝讲，你去甲因讲，安尼做无好。是带人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先知的话通常拢是上帝搁再想述一种新的画面的品格，所以先知咧讲的话是互人讨厌的话，会插人的心，会挑战国王，会挑战当时的社会的制度。你若了解伫旧约的中间的先知，先知有两种的特质，因真强烈地意识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毋是。读了有一个感动，就把这个感动放伫圣经一句话讲，这就是上帝予我的先知性的话。圣经内底咧讲，耶和华临到我的话，这句话是真严肃的话。特别爱用出埃及记20章，伊讲毋通蓝衫称呼我的名，你会记无？10条街中间的第4条、第3条，毋通蓝衫称呼耶和华的名。所以，既然咧讲起先知性的信息，有限的教会，爱真敬虔、真慎重，爱问家己讲：今仔我所听的这个感动，敢真正是上帝所讲？今仔日保罗伫伊的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有安尼讲，伊讲做先知的讲道最重要就是造就人，甲造就教会。先知性的讲道最重要就是造就人，甲造就教会。造就这个字伫希腊语足趣味的，伊叫做起厝顶。koio 都没有，伊 koio 都没有，这个 koio 就是 koios 就是厝啦。后壁迄个多马都没有，这个字就是厝顶。用上帝的话。建立人的品格，建立人的处体，建立教会的圣殿。先知的讲道就是用上帝的话造就人、安慰人、宽勉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知影上帝常常用伊所设立的圣主日，互伊的牧者爱尽心。将伊的话讲互伊的囝儿甲查某囝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的责任是负责讲道，恁的责任是负责接受上帝的圣神伫恁的心中的带领。恁敢有同意？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是因为这个圣经的话来受改变。愿咱的教会，咱的囡仔，是因为上帝的真理来得到智慧。愿这间教会，咱所做事工，有声无声，拢有影响力，会影响到这个时代要过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牧师要甲恁提醒：上帝的话本身就是幸福。所以，咱教会最近的暗时拜六暗的查经班，伊的主题叫做“对圣经看到幸福的智慧”，对圣经听到幸福正确的需要的态度。人若毋读圣经，干那要甲上帝讨幸福，不如认真读圣经，
真做一个有智慧、有能力的基督徒。上帝话会造就活命，会创造幸福。毋是敢若黄仁勋，嘛是一个台南囡仔尔，平平拢台湾囡仔。哦，即摆伫美国请假也袂调，一个姓苏的，一个姓黄的。兄弟姊妹，毋是敢若因两个有贡献，咱台湾人伫四区有偌济优秀的工程师，拄拄是即个时代开始布艺开花结果子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台湾。台湾的名毋是叫做 Formosa，Formosa 是外口人甲咱叫的。台湾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敢是？但是有几个人知影台湾名是啥物意思？也无咱的头人甲咱讲，学校的老师嘛毋甲咱讲，政府嘛毋甲咱讲。对荷兰时代、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的时代，插伊，反正即个人是无名的，伊的名叫做韭菜名。最近有一块短片咧，讲起福音来到台湾400年，好消息频道因开始咧拍，因讲感谢上帝，互福音来到台湾400年，也未出版，因还阁咧剪片，又想要请一寡人甲因做回应，看了我有甲伊回应，我讲确实，福音来台湾有400年啊，但是英语讲 so what 又怎么样呢？过来400年，才是精彩啦！我的想法就是，过去有400年福音的历史，但是未来400年台湾教会应该做什么？兄弟，恁讲呢？未来台湾的教会400年，咱应该做什么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上帝话就是福音的起头，来创造幸福的国家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伊讲咱若第一听手，佫照安尼去行；咱若第一听细字听手遵守，佫照安尼去行。下面的祝福就要对后壁临到伫恁，遮的祝福就要入伫你，也甲你三甲伫地。阿免。主啊，阮听到遮的话，阮嘛相信，这是你伫今仔日要赏赐应允互阮的兄弟姊妹。主赏赐阮遮做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带着使命感进入联合国做联合国的执行长。伊伫伊的任内只有安尼祈祷，伊讲：上帝，你带我来到联合国做联合国的执行长，什么意思？我知影上帝，你爱我来到联合国，最主要是要将真理、福音，将上帝的真理带入这个联合国。所以，祈祷常常提醒家己讲：我当如何做？我应该安怎做？伫我有能力应付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，我要怎样将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伊的精神带到联合国？伊是所有的执行长中间第一个，嘛是唯一一个，伫联合国的大楼设立一间祷告室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毋知迄个祷告室有偌大的影响，但是这个人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愿你通过我，互人看见你；主啊，愿你通过德堂教会，互德堂人看到上帝你的存在。阿免嘛。主愿你有这间教会存在，互做阮的兄弟姊妹，伊伫这个哀哭都没有。就是这个圣殿的内底受造就，牧师甲恁解说造就，这个意思。咱伫遮受造就，咱爱伫遮建立一间哀哭都没有，哀哭都没有意思就是建立你家己的礼拜堂。这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伫你的心灵的内底敬拜上帝吗？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日的祈祷阿免的时阵，就是表示好戏要上场了。主啊，带阮向前行，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囡仔。主爱咱做什么？伊讲，
爱咱做伊所欢喜的事。伫米迦书6章第8节的后半句话，伊讲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什么是伊所爱。第一，行公义有尊人民谦卑甲上帝同行，3句话。行公义好人民，尊谦卑甲上帝同行。我听过赖清德伫公开伫教会活动中间，上少讲过，听过3摆，伊用即句话，伊表达伊做一个受交代功夫的时阵，伊愿意行公义好人民，尊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。一个毋是基督徒的总统，伊过去看到咱的教会伫台湾的现代化的顶悬，即句话就是伊看到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爱咱尊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伊同行。无论是 ITAI， 拢不要紧啦。台积电我拢永远讲袂出来，定定讲毋对伊的名，什么 TSMI 啊，是 TSMC 啊，佮敢若要台积电的演技都不要讲了。兄弟姊妹，迄不要紧，上帝的话才是咱的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听上帝先知性的声。上帝先知的讲道，毋是敢若牧师讲。当你谦卑安静的时阵，上帝亲自要讲互你听。你讲有影吗？兄弟姊妹，有影。我的灵修的老师甲我讲，伫你晚祷的时阵读一句圣经，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带着一句圣经进入到你的睡梦当中。我的灵修的老师安尼甲我讲，伊讲伫梦中，上帝的天使、上帝的圣神。要伫你做梦的时阵，甲你见面，就亲像伊甲雅各伫逼着你，带着一句圣经进入到你的睡梦当中。白天你用言语祷告，晚上圣灵来对你讲话。哈利路亚！愿上帝这种的祝福，甲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互恁常常因为圣神的同在，恁会通着听到。上帝伫头前所带领的话，是伊要造就你，是伊要安慰你，是伊要宽免你。咱的生命，咱的教会，拢要伫着改变。愿咱的教会存在，咱的囡仔明辨两项事：第一，上帝的事；第二，就是咱个人人生的事。兄弟姊妹，记得，上帝的圣神要帮助咱，咱来听到上帝，伊甲咱讲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。上帝，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会引导带领咱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历史的主，创造天地摇花阮的上帝，你至尊，你至圣，阮的一生独独只有敬拜你。伫你的话语中间，阮产生一种的觉醒，阮知阮对你圣经的话的了解无够够完整，主求你帮助阮。你若讲话，愚妄的人就得着智慧，人的目睭就越走无看虚假。你的圣神若帮助，人就明白家己是生活伫什么种的顶好的世代。人也要因为圣神的帮助，明白你奥妙的真理，明白你美妙的计划。主，请讲，你的囝儿恭敬听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现在只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62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来应答上帝听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只是请咱准备来奉献。
请坐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咱特别用互相请安，也用耶稣听你这条诗歌来互相请安进前。咱来欢迎喜乐宝院咱的兄弟姊妹，佮有足久无来吴松宁吼，咱甲因欢迎，伊甲咱做礼拜吼。耶稣爱你们哈，耶稣爱你。咱用这条诗歌来互相在爱里面请安，伫听的内底互相拥抱哈。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在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我耶稣听你，我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。伫阮中间有个人因无方便来到圣殿，甲阮做伙敬拜，但是阮知影，因伫直播的内底来参加阮共同同心的礼拜。主赏赐因健康的身躯，互因有喜乐的灵。主嘛照顾伫阮伫网络顶管阮的士大人长辈，也照顾阮伫圣殿中间的士大人甲长辈。主，互阮伫你的应允的中间，这间教会是一间伫听的内底来得到幸福的教会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运行伫阮中间。主，也互每一个伫心灵中间需要上帝你的医治讨帮的人，主，愿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听来互因得到讨帮甲健康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有这间教会也真做一个用听的福音来祝福社区的教会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下面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，今仔日有生日的人，请恁来头前，牧师甲恁祈祷。咱同心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礼拜阮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要恳求主天父上帝，你用你稳定的油填满因生命的杯，主伫因的头壳甲因吸引，主互因带着上帝你的稳定，主互因福杯满溢，互因担着稳定甘甜的滋味，一生一世。因为你的稳定是一世人的久，无带有忧愁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伫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因伫你是阮做证的祈祷，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因，丰如淑智青婚，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，互因甲美惠纯真拢共款。伫上帝你的稳定中间，过来一年，每一天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如何。主你的稳定，甲因三角地带，享受圣贤所带来的智慧，互伊真做生命的好管家。主啊，伫这个时代来互上帝你的名得到看见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奉你的圣名甲因讲生日快乐，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。今仔圣经所讲，所有这祝福，拢临到伫因的生活内底。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我甲所有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咱来为着这个暑假吼，牧师要拜托咱，就为着暑假的这个青年营会，咱今年的暑假有3个外国囡仔要来甲咱中间爱立台湾的囡仔4个吼，佮家己咱家所以咱伫这个要办这个社区的夏令营吼，
天气真炎热，搁在咱的教会的改善工程，大概用咧进行过程当中吼。但是咱咧后壁食饭的时候，咱小心吼，唔能够因食剌着安尼吼。咱来为着暑假的活动来祈祷。所以，我们要恳求天父上帝帮助这间教会伫暑期的活动，拢是阮的社区的囡仔成长的一个记忆。甚至到后来，这囡仔大汉了后，因的囡仔嘛，搁继续甲因爸爸妈妈共款来参加德堂教会的夏令营。主要求你，互这个夏令营加做一个福音的经济财政的时段，互每一个伫这个所在出入的这青年、侍奉甲被侍奉的这囡仔，拢得到祝福。所以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特别是阮伫今年所有准备的这个德堂教会的带领的团队，互因有上帝你圣神的馈赠，因伫今年营会中间能够彰显圣灵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。伫炎热的天气，主求你保守阮，互阮有健康的身躯。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圣名。阿门。咱来请师父来报告。即是来报告，顶周的聚会伫周报顶面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。查经班有2场线上，早起是9点，以及暗时7点半。新港的服侍后礼拜请胡素基执事，领诗请谢丽云姐妹，诗情是刘玉敏弟兄，书献甲交代是陈美秀执事以及我本人，爱餐是请真燕姐妹，平安讲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，请咱照停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。具体交通，第一，请咱大家做伙为着7月8号到12号教会暑期夏令营来带导，愿信心帮赞，互即个夏令营会当加做社区的宣告。嘛为着7月13，咱主日有一个亲子活动来祈祷，多谢中职甲妇女团契、师德团契的参与。第二，请咱继续为着所有女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来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心灵拢健康，也互花以热稳上加温。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。带到事项，请咱继续为着教会身心欠安的兄弟姊妹，以及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以及因的课业来带导，也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带导，请咱也继续为着咱的姊妹教会来带导。以上这是来吟上人的信息507首，应根归圣父上帝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、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得避讳。